安南病院国际代谢形体医学中心的院长黄志坤表示，过去真侪人无希望透过减重的手术改善体重的问题。一方面因为惊手术，另外佫是惊传统胃绕道手术以后，患者容易出现营养不良，甚至必须要食维生素的刻板印象。现在透过缩胃扩肠的手术，不但改善过去手术后营养的问题，而且小肠绕道嘛会用改善肠胃道的荷尔蒙，互患者增加饱足感。手术后复胖的几率嘛会用来降低。它是切除大概60%到70%左右的胃，它会拿掉，所以你的胃容量就会下降。它是永久改变你的肠胃道胃的那个大小，那它的胃是不可恢复的。那矿场的部分，其实它是把一部分小肠放在旁边，不让食物通过它，所以矿场是可恢复的。如果哪一天你希望你的小肠吸收比较好，或者是你的肠胃道有出现什么问题，希望把它恢复，它是可恢复的。减重手术其实它还是一个对抗疾病的一个手术。那对于有肥胖体质的人，你的肠胃道的系统跟瘦的人不一样，我们其实是在矫正你的肠胃道系统，所以我们并不期待可恢复这件事情，只是说如果你后来有出现一些营养的问题，要怎么矫正它，这是我们比较 care 的事情。亲像彭小姐，因为自细汉就有体重过重的困扰，虽然高中的时期曾经靠着运动加节食减了40公斤，不过后来一直反复的复胖，出社会以后体重超过110公斤，同时还佫出现三高加重度脂肪肝等代谢性的疾病。经过缩胃扩肠的手术，1年外来，体重对112公斤降到48公斤的苗条身材。刚开完就是会就是因为吃得很急，所以会很常吐，然后吐了几次之后，你就知道要慢慢吃，要慢慢吃。然后其实慢慢吃之后，就没有其他的不舒服感啊。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手术最大的优点就是帮助你改变原本的习惯。就是以前我可能胖的时候就是狼吞虎咽，吃很快啊，然后手术之后，只要你吃太快，你就会好像有点要吐出来，所以你久而久之你就知道，我要慢慢吃，要慢慢吃，要慢慢吃。彭小姐减重以后，不但3箍减了5个尺码，而且三高甲糖尿病等代谢疾病嘛恢复。后来嘛建议家己的妈妈做同款的手术。妈妈对117公斤降到剩70公斤，两位加起来总共减重112公斤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